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也是讲客安神奇嘅频道，我是阿文哥，今日来同大家介绍一个凉嘅呢，呃，两句短短的用词听听哈，你是看来看团音出来嘛？团凉嘅哈，来第一句，一间屋嘅四四角，一间屋嘅四四角，屋度几人有头壳。沃度今年五条河啊，连中话再讲来一段哈，一间木嘅四四个，沃度今年五条河，也谈乜嘅呢？谈生活用嘅东西，乜东西啦？问他只讲5秒钟，嗯，头摆嘅阿叔阿伯啊，冇做阿姆较细时节的，我有用过安尼个东西。也下现他人呢，较少用到一种生活嘅用具嘅啊。来看一下答案，叮咚，呀东西按到出来火，出来火就是火柴盒，火柴啦，火柴哈。没有人讲反的火，反的火就较像葫芦话讲的反啊火，反的火，哦，也做基本语讲的两个，一间屋的四四角，火柴盒，也四四角角长方形的哈。我拄个人有条吼，个火柴盒拄方啊，个一支一支的火柴吼，逐只就有个头呐，吼，佢能我拄个人有条吼，哦，基本嘢个两个就答案系出嚟噃，啊，希望大家都喜欢基本嘢嘅节目，很仔细，什么嘢哦？